我哋世紀瑞科集團喺2007年喺北京成立嘅，始終專注於廣播電視系統集成同埋技術解決方案。我哋初心係通過技術創新推動行業嘅升級，多年嚟逐步發展成為涵蓋系統集成、賽事製作轉播同埋自主研發嘅綜合性科技集團。今年年初，我哋同3Business 有一次合作，同香港電台完成咗全運會測試賽嘅信號製作，為全國運動會呢類大型活動提供直播支持。除咗有專業技術嘅系統同埋人員之外咧，最重要係包括信號傳遞嘅可靠性、極低時延同埋專業技術嘅支援。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服務，而係需要最高級別保證嘅服務。我相信3Business喺本地全面同埋專業嘅網絡覆蓋，對相關嘅直播支持完全能夠勝任。3Business 嘅 Premium 5G 對企業客戶尤為重要，佢同普通嘅 5G 服務唔同，專業客戶更加着眼佢哋嘅專用嘅網絡資源、傳輸嘅優先等級，以及度身訂造嘅服務同7×24嘅專屬支援團隊。3Business 不單止提供咗技術上嘅保障，更喺服務支持方面表現出色。佢哋嘅團隊專業而且反應迅速，可以喺第一時間解決潛在嘅問題，極大咁降低咗我哋嘅風險，令我哋能夠更專注於內容製作同埋信號輸出，無需為網絡穩定性分心。年底仲有多個國際賽事嘅轉播服務，會引進一啲嶄新嘅轉播服務同埋展示技術，例如 VR 遠程觀賽、XR 節目製作等等。我哋期待同3Business有更多深化合作，共同推動 5G 傳輸、超高清製作等技術應用，為區域市場創造價值。3Business 同我哋嘅技術方向高度切合，我哋希望結合世紀瑞科喺廣播製作、信號傳輸嘅優勢，同3Business 嘅網絡資源同埋市場經驗形成互補，共同探索好似喺 5G 加超高清直播、國際賽事跨區域轉播呢啲創新場景，為用戶帶來更極致嘅視聽體驗。電視信號製作同直播轉播冇 take two， 無論現場環境幾咁複雜，3Business 一定可以將畫面穩定咁送俾觀眾。